後來，過來是家人這台公車為着要來閃突然間切入來車道的小巴士，司機是緊急打檔啊，結果車這個公車頂有3個乘客瞬間飛起來，佫摔落，其中2個人是疼甲爬袂起來，趕緊送病院治療。司機耐心啊等乘客上車，是講門才拄關起來，打起步爾，煞熊熊，規台車動一個正正的。也被坐落來乘客倒倒規排空卡橋，頭殼佫直接磕着塗骹。跋倒的乘客嗌甲大細聲，其他人也互相確認敢有着傷，司機也喊落車處理。代志都發生佇昨早起10點外，家人104公車。當時車拄要離開二線循環站，熊熊一台細台巴士對倒手邊切出來，甲公車掠過，司機隨打動啊。毋過熊熊動車，車頂3個乘客徛無知怎跋倒，其中2個爬袂起來。咱個歐巴桑倒咧塗骹，打底的塗骹，跳起來啊就跋倒啊。一位已經緊急送醫返家休息，另外一位還在醫院做觀察。公車處隨啟動關懷機制，嚴格乘客着車鏡，佇第時間內前排平好。到底細台巴士太熊熊切出來？後續的賠償誰愛負責？愛個等相關單位繼續調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